热带性低气压上近礼拜就会结做风台风尘，西高风台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做伙甲，咱家人北海岸和宜兰可能就会上大雨。而且明仔暗这东北季风报道环境温度嘛愈来愈低。8号好天气，清洁队员修剪树尾了后清理粪扫。伫菲律宾东海面的热带性系统，17透早已经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，上近礼拜将将为今年第24号风台风尘。离台湾有较远发布警报的机会低。8日暗时开始入手头一波东北季风的报道，北部、东北部会大型降温。到了礼拜天19号。北台湾、宜花地区整个降温的感受，在白天高温就会明显从原本34、35度左右降到30度以下。礼拜一之后，各地的气温就会有明显下降的趋势，跟这个礼拜就会差很多。气象署提醒，礼拜西半部地区因为伫山方面有出现极端高温的机会，各地礼拜了后会变较凉。天气分析师讲，这波东北季风强度未细，到时阵会加长通过离宋岛进入南海风型风台外围环流产生强波效应。它往这个海南这一带，它走的移动速度并不算快哦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共伴效应发生的这个降雨可能会持续个至少2天甚至3天。所以宜兰、苏澳啊，尤其是以前我们传统苏花公路这一带，还有像是基隆东北角、瑞芳这边，都要特别留意一些土石灾害发生的机会。专家讲，正方面的东北部这届是降雨热区，大台北伫礼拜至拜日原来有明显降雨，但是花莲降雨灾区可能原来会落尽雨。灾后土石松软，爱特别注意防范。各地雨的大细对风台形成了后的路线会有变化。记者采访报道。